孟婆客栈是天马行空，完全是无中生有。我把良机要现在灵，本以为命里享受天注定。较早的唐诗汉词是拢7字5字对仗，按道理讲，歌戏伊无限几字，但是王金老师、小蜜老师、美云老师，因咧唱的，因较有早唱迄个歌戏调迄个部分。拢是你，我无讲你，你搁敢怪我？你逐工听人伫咧讲政治，听名嘴冤家是无聊事。你规工对脚咧笑看戏，看男欢女爱，你个个甜，也个个甜哟。请问，严格来讲，其实毋是歌戏，伊甚至有参足侪流行歌迄个曲，伊的伴奏歌戏是用文武场，但是孟婆内面的音乐是用目前流行乐，所以基本上讲孟婆客栈的歌，应该袂使讲歌戏，应该讲流行歌，而且伊的歌词嘛是拢足现代的，因为迄是戏剧嘛，编曲嘛是拢用较西角的，而且节奏很快，无像歌戏爱唱真长，所以歌的部分其实不能称它为歌仔戏的歌，应该算歌剧的歌。慕名，追生，哎呦！我爱你，你搁讲一遍。我爱你，追生，接落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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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名博客栈就伫咧公司台语台。